你知影台湾每一年有偌济囡仔因为交通事故受伤，或者是死亡无？答案是24000多人。机车的事故是伤亡上主要的原因。机车的移动座椅甲移动的安全帽更加是2大致命危机。采访团队追踪发现，这2项过去拢无检测的机制，嘛无法规的规范，是毋是要加装，是毋是有合法？家长甲业者拢唔知要如何是好。医护团体建议，6岁以下儿童尽量莫坐机车。但是家长敢真正会当配合，阁爱采取啥物款的措施，才会当甲儿童的道路安全做好救治？咱的追踪报道做回来看。官方的统计都已经告诉我们，机车导致的儿童的死伤都是第一名的。随着事故伤害，18岁以下的儿少在非自然死亡的头号杀手。要有个座位，让他会比较安全，不用担心孩子会有翻覆的问题。经济部标检局根据他们测试的结果，儿童机车安全座椅你没有安装更不安全，它目前就是没有安全的合法性。就予老师分别毕业，等待过大陆学生准备刷卡，行入去学校大门。另外一边是骑机车的家长送囡仔去上课。你敢知影，伫咧囡仔离开家门了后，无论步行还是坐汽机车，拢闯致命危机。根据交通部统计，最近5年，单日平均24309个18岁以下儿童少年因为交通事故伤亡，也就是讲每日天有60来个人伫咧交通事故内底伤亡。12岁以下囡仔伫咧上下课半路中死伤的人数，5年来累积要5万人。伫2030儿童医疗和健康政策建言书内底，车祸意外是学校意外事故的第1名，其中9成是机动车的事故，共要争做囡仔非自然死亡的好好杀手。厝内有2个囡仔爱上课，机车便利性，和全部的家长差不多拢亲像安尼，头前骑一个，后壁坐一个。有家长烦恼囡仔坐机车无安全，一前一后，甲囡仔夹伫咧中。这行为拢互囡仔性命更加拄着风险。因为我之前都还是用背的嘛，要有个座位让他会比较安全，还要载一个大的，所以这样可能会比较方便。有家长意识到危险，为了保护囡仔，伫咧脚踏顶加座位，甚至伫咧头前装软柱啊，惊囡仔弄到头壳受伤。有真侪家长拢伫咧机车后座斗这种儿童座椅。他会自己扣。你看哦，一级棒的棒宝贝。那你有装这个安全座椅，你知道它合不合法吗？有没有？我不清楚哎。哦，那你装是因为它比较安全吗？因为载小孩子比较安全。装2年了，这是载小朋友在用的。当家长因为都怕说小朋友在上学很早嘛，或是放学有时候很累，然后他如果可以坐在里面是安全的，因为它里面有3.4这样扣起来，我们在骑乘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孩子会有翻覆什么的问题。坐在后面，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想睡觉啊，他就至少会躺在后面睡啊。比那个扣着的那个方便多，就是安全多了吧？这样子对小孩比较安全啊。哦，可是那你知道它这个有没有合法吗？应该是有吧，他都按规定的下去做吧。为了囡仔坐机车更安全，周小姐特别为新北市5股骑车来到台北，要装儿童座椅。2至3岁的时候，其实是站在前面，对，那慢慢大了，其实也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还是觉得要椅背这个比较安全，对啊。刚一个透早，就来3、4个家长来装儿童机车座椅。家长认为，安尼更加会当保护囡仔坐机车。你当初也是因为小朋友的安全所以做？对啊，因为安全。有业者伫咧伊的后壁面大抓写安全两字，不过这敢真正安全？就是有一些靠垫啊、安全带啊去辅助它，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座椅是都在法规内的。
业者推出的管规定，就是道安规则第88条伫咧第一款的规范，不过主要是针对机车载物件之价，敢是会当用来载囡仔，和交通部拢承认即马无法律同款。机车脚踏若是载人，或者是加装座椅，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1条，要扣罚300块以上600块以下罚款。可能让很多家长或者很多业者可能会误以为说它有一个空间，譬如说我可以再去安装在那个固定座椅，只要高度不超过就可以了。那后座这个部分，坦白说，它就有所谓的灰色地带，但是它看起来好像又可以安全，但是好像又不够安全哈。经济部标检局的代表在会议上面他就直接说了啊，根据他们测试的结果，这样所谓号称很安全的儿童机车安全座椅，在实际上发生车祸的时候，反而比没有安装更不安全。我们必须很严肃地提醒各位家长，这些产品目前都是不是合法的，也就是国家并没有为这些产品的安全背书哦。地方人民3年前就发现问题，嘛提出建议。交通部啦、经济部啊、行政院的消保处、消保会哈，来去做共同研议，也做了列管。但很遗憾是，列管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这3年来，我想在市面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家长去购买所谓的儿童机车安全座椅，不断的安装，结果满街都是哦。使用机车安全带绑孩子的，好，还有呢，这个机车座椅，我不想称它安全哈，那大概占了46%，不低，真的蛮高。那到座椅的家长是哪来哪济？家长业者嘛完全唔知影合法性。应该是有吧，他都按规定的下去做吧，好像不合法，是不是？不知道哎，不知道，好像有法规说是不行啊。法规上面的灰色地带就会导致家长也在选择上面出现了，他到底要听谁的？那业者朋友也可能觉得说，之前都没有听你说我这产品是违法的，你也没有来取缔我，也没有来罚我，我当然觉得我就可以持续贩售啊。但我们确定，光这个座椅本身，它目前就是没有安全的合法性。调查结果，即马有机车头前的脚踏装座椅，或者是载囡仔是违法行为，爱互开罚。家长若是要移动机车按囡仔带，或者是在机车后边倒移动座椅，因为无国家标准，所以无法度管。2019年，尽管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无法参加离校事故伤害协调会，要求相关单位向民众呼吁，现出时无机车安全带和安全座椅的国家标准，让它更明确，让它更能够把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要赶快来做的。明确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你才不会让在解释法规适用对象会觉得莫衷一是，会觉得好像难以遵循，蛮严重的一个法规上面漏洞的地方。政府相关单位变单，监督机制失灵，悲剧恐惊不断上演。是因为有个妈妈，她买了，她小孩死掉，她来找我们，她希望我们下架2个字，下降安全这2个字。她觉得就是因为你们讲机车儿童安全座椅，所以我买了。可是如果机车儿童座椅，我可能不会买。可是民众都不知道这到底有没有认证。他努力去跟经济部沟通，跟交通部沟通，可以把2个字下架吗？可他努力，没有办法，他来找我们基金会。尽管文教基金会伫咧2020年的离校事故伤害协调会，搁一摆提出意见，要正名正做机车固定式的座椅。2021年，又搁一摆请管经济部要求相关厂商加写警告标语。不过，票检局刚在2021年举办6场讲座，无够300人参加。安全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主观认为就好，它必须经过几个原则。第一个，科学检验、实证研究的基础，确定测试它这是安全的。它必须符合社会大家的对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产品或这样的服务本身的一个有没有共识，有没有经过国家法规的认证跟许可。机车儿童安全的背带也在市面上也蛮常见的，甚至电商啊、网购都买得到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政府真的不能再继续睡下去了。采用小组伫咧网顶找找反移动机车座椅和按囡仔带4个拢是家长本正秉持保护囡仔初衷，不过万不利买到无防护力的产品，发生意外，则恐惊害到囡仔性命。被绑在坐在机车安全座椅上的孩子，他连人带车怎么样卷进这个车子底部哦。
导致很严重的一个死亡的事件哦。因为这个固定的座椅的关系，再加上这个安全带的部分，会把孩子牢牢的绑在这台机车上面，所以机车怎么了，可能这个孩子就怎么了。所以我敢说共存亡，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当时主管机关他们去做了实际的测试之后告诉我们的。那也因为他们的测试觉得这样的产品并不安全，并不符合所谓我们消保法所谓的安全的产品的概念，那就不适合为一个不够安全的产品去订定所谓的国家标准，或订定一个法定该有的规格啊。住伫新北市永和妈妈开西，逐工下晡4点，拢会准时伫咧学校门口等囡仔下课。虽然真侪家长的机车顶拢有儿童座椅，不过伊认为这一点嘛都无安全。我觉得那好危险哦！如果万一跌倒的话，小朋友是爬不出来的。万一车子从后面撞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保护装置的。对，因为他等于是被卡在那个座位上面这样。骑机车载囡仔上下课10分钟的路，对开西母仔来讲已经真习惯。不过伊一定要求囡仔戴安全帽啊。不好挑。怎么说？他们头长太快了，那一种会更快就不能戴了。戴安全帽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现在会。哪里不舒服？这边。会怎么样？弄到你耳朵？痛痛的。戴起来耳朵就会不舒服。是这边会就会痛。哦。小朋友的这个安全帽，像他这么小，你会很难买吗？不会耶。不好挑，不好挑。全罩式比较安全的。怎么样挑安全帽会让小朋友比较安全吗？我也不知道。替囡仔买安全帽啊，嘛袂当代替，尤其年纪愈细囡仔，愈袂管事戴安全帽啊，但无好好买，颠倒真做地面危机。摩托车上的时候，这个的甩边效应是不是更严重？安全帽再戴下去，增加它这个负荷。小朋友比较不适合用头围去抓它的尺寸，因为最主要这种小朋友的帽子的深度比较浅，所以试戴会比较清楚哪一种比较适合小朋友。因为这种小朋友的帽子它是做公版的，所以对小女生来说，她戴起来可能两边会比较空。我们会在帽子的内部去做加海绵的动作去支撑。除了安全帽啊，和儿童机车座椅，防看作是两大地面关键关心，家长的行车观念嘛真重要。不能有一些 NG 行为啊，哪些 NG 行为？譬如说三贴，马路上有触目惊心啊，前面站一个小的，后面再背一个，或再做一个大的，然后大家长在中间哦，甚至还有家长把孩子放在那个机车车头的菜篮里面，都容易导致孩子的行的安全出现很大的威胁。国内的研究里边有探讨到，站前面是我们驾驶者风险的2.45倍，坐后边是我们驾驶者风险的1.25倍，那站前面风险更高。所以立法团体建议，6岁以下幼囡仔无适合坐奥多拜。5岁的幼童哈，就是说学龄前的幼儿，那大概平均在小腿的长度其实是不到，大概只有30几公分，双腿是够不到踏板的。快速的转弯或者是在冲撞的时候、碰撞的时候，很容易孩子会甩出去。或者是他就会抓不牢，他就会跌落坠落。欧洲体系当中，基本上都是要求学龄前都不可以搭副机车。美国是规定汽车做安全座椅国家，它同时也规定，摩托车是不可以载副孩子。所以我觉得台湾是蛮奇特的，全世界只要规定汽车做安全座椅国家，一律规定摩托车不可以载副小孩。台湾少子化严重，正在全球第一，嘛是国安危机。不过，但年囡仔因为交通事故死伤人数无减少，颠倒变多。根据我们相关部会的统计以警政署来讲，他统计了最近这15年来我们18岁以下的儿少这个发生所谓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事件，这样的死伤人数在过去15年来增加了20%多。考虑到生活习惯和经济能力，机车当作补练的工具，将在台湾民众首选。社会团体建议政府提出优惠补助，降低家长骑机车代替个人的使用率。我们发现有些县市政府他为了要鼓励生育免费可以搭计程车去产检，所以会有一个免费的乘车券或乘车优惠，去鼓励
家长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搭乘机车或是大众运输工具啊，很多国家以法国来讲，法国对于多子女的家庭，不管是公民营的这些铁公路啦，或者是客运公车等等，都有所谓的优惠补助。日本已经上市了3轮式的车辆来保护我们的孩子。英国事实上他们有这样做，接送小孩子上放学，有点像我们的U-Bike的那种方式，可以我随借随还。抢救儿童逃案危机必须要为真侪所在来做，才能提升囡仔安全。预防囡仔上下课伫咧路中发生意外，尽管文教基金会当伫咧鼓舞，爱囡仔过大路时举手，而且穿浅色或者是反光架，安尼大家才看得到hin。那是生命呢！如果一年平均下来都有7、8千的孩子死伤于机车的话，我认为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要全民一起来。这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政府真的不能再装睡，儿童的成长是不能等待的。一样的，儿童的安全把关容不得1分1秒的懈怠。懵懵懂懂的囡仔，唔知要如何替家己发声。身为大人的咱，袂当甲造成囡仔性命威胁的问题去挂。